嚟到現場呢度，大家好，係啦，首先咧就係劉導演，麻煩你同大家打個招呼先。係 ，OK，可以。簡而精，係啦，馬麗老師。香港的觀眾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員馬麗。華哥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en 袁富華，飾演唐水伯，多謝你哋入場欣賞《水餃皇后》，多謝。Hello， 我係 Mandy， 多謝今日大家抽時間嚟欣賞呢部片。嗱，相信今日大家睇完呢個電影之後咧，係一定會好中意啊！劉導演可唔可以即係推薦，即係呼籲下，叫大家帶多啲親朋戚友，特別係媽咪過嚟睇啊？媽咪係啊，要傳送俾媽咪嘛。媽咪喺上面。唔係佢哋嘅媽咪。唔係我諗推薦全部人啦，唔淨止帶媽咪啦，帶老豆都得嘅，帶家姐啊，帶細妹啊，全家帶啲朋友都得嘅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温暖。我咁多年來拍一個，我覺得最窩心，即係最有愛。即係雖然其他電影都有，但係呢個係好唔同，因為所有演員都好付出佢哋嘅真感情。阿 Ben 哥啊，馬麗啊，阿紅姐啊，仲有阿美儀啊、Fiona 啊、阿太保啊，連啲靚妹都小朋友好認真，即係佢演女嗰啲，都好付出。真好少見啲演員會去咁唔係投入，即係好真摯嘅感情投落去。佢哋當然好好演技，個個都影帝影后係咪？影帝嚟㗎，係。但係佢唔係用佢啲技術，即係用個心去演。所以今次我睇個片出嚟，我覺得OK 啦。然後我哋跑咗好多路演喺內地，即係見到好多人嘅反應係。你哋唔好喊，可以喊大聲啲嘅，其實釋放出嚟。其實你哋唔好忍啊，真忍係好辛苦嘅。你喊出嚟就會舒服啲，因為我哋而家生活咁壓力咁大。喊就喊啦，側邊人唔會睇你嘅 ，OK？ 喊啦 ，OK？Thank you，Thank you。那馬麗老師，你今天早上看到別的觀眾有哭了嗎？看完之後？哦，當然有。但你自己也有哭是嗎？我自己拍的時候哭，然後我自己，但我特別想讓前面的觀眾可以往中間或後面，那樣觀感會更好，因為這樣會一直抬着脖子。係啦，我哋攝影師話褪後啦，唔使理啲屌帶佢嗰啲，揾啲靚位置屌。對，也是，冇理你哋，佢話我話嘅。好啦，咁大家咧亦都請我哋嘅導演啦、演員啦，同埋我哋嘅監製咧，就係一齊咧，就係影張合照先好冇？好啦。